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機械人賽馬研究所，我係機械人。我哋嘅頻道目標係主要提供穩定性嘅貼士同埋所有嘅統計數據。我哋提供嘅所有貼士同埋資訊係完全免費嘅，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咧就會馬上通知大家噶啦。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啦。賠率賽馬貼士第79個賽日，6月11號星期三，跑馬地 B 賽道，賽事9場，開跑時間1840。另外，機械人貼士嘅最新影片連結已經放咗我哋呢條片嘅片尾，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。第3場9號馬小王爺退出競賽，由後備馬風繼續吹補上。第3場4班165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8號神驅馬力，標籤高基；12號時間寶，5號標誌，7號超眼光。第4場5號馬開心樂園退出競賽，由後備馬快搏補上。提防馬匹嘅更改部分。第3場1號其次鬥士，電腦級別有利，機械指數82，標籤直博。第4場5號快搏，級別有利，指數81，優勢 X， 標籤古惑。以下呢個環節係今日所有非佔比項目嘅參考資料。第1場最高非佔比馬匹5號威威父子，標籤高基，佔比13.03。第2匹3號新幹線，佔比10.94。第2場最高非佔比馬匹2號燭光晚餐，佔比13.72。第2匹1號形影飛馳，佔比12.47。第3場最高非佔比馬匹8號神驅馬靈，標籤高基，佔比13.56。第2匹9號風繼續吹，佔比10.85。第4場最高非佔比馬匹3號電玩精英，標籤古惑，佔比14.44。第2匹2號你知我得，佔比11.93。第5場最高非佔比馬匹5號都靈勇士，佔比18.09。第2匹8號川河首區，佔比12.92。第6場最高非佔比馬匹4號康樂高球，標籤馬膽，佔比19.42。第2匹5號太陽勇士，標籤高基，佔比18.12。第7場最高非佔比馬匹1號喜旺區，標籤高基，佔比17.08。第2匹5號新力，標籤小心，佔比13.67。第8場最高非佔比馬匹9號健測群英，標籤實力，佔比27.75。第2匹4號時時精準，標籤直博，佔比13.88。第9場最高非佔比馬匹6號決一劍，佔比16.1。第2匹11號金牌活力，標籤直博，佔比11.9。前10最高非佔比嘅馬匹，第8場9號健測群英，標籤實力，佔比27.75。第6場4號康樂高球，標籤馬膽，佔比19.42。第6場5號太陽勇士，標籤高基，佔比18.12。第5場5號都靈勇士，佔比18.09。第7場1號喜旺區，標籤高基，佔比17.08。第9場6號決一劍，佔比16.1。第4場3號電玩精英，標籤古惑，
佔比14.44。第8場4號時時精準標籤直播，佔比13.88。第2場2號燭光晚餐，佔比13.72。第7場5號新力標籤小心，佔比13.67。以下嘅環節係今日最低飛佔比嘅20匹馬匹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異常吹高飛佔比嘅馬匹，第1場4號風雲，5號威威父子標籤高基。第2場2號燭光晚餐。第4場12號喜勝進區。第6場4號康樂高球標籤馬膽。第7場4號沙張金剛。5號新力標籤小心。9號鄉村樂韻。第8場4號時時精準標籤直播。第9場6號缺一劍。第9場11號金牌活力標籤直播。異常冷飛佔比嘅馬匹，第1場7號焦點。第2場6號雪卡福星。第3場1號旗幟鬥士標籤直播。第4場6號維港激流。10號駿馬之星。第5場7號翠兒威威。9號標之星球。第6場2號遨遊武士標籤古惑。6號常拼常勇。第9場8號海王寶。機械博覽區第1場10號傳承者標籤直播。11號極速之子標籤小心。7號焦點。第2場5號千杯。12號電子宇宙。4號天火同人。第3場11號華美之威。5號標誌。12號時間寶。第4場6號維港激流。5號快博標籤古惑。10號駿馬之星。第5場7號翠兒威威。12號智旺財。6號好精神標籤古惑。第6場6號常拼常勇。7號中華盛景。第7場12號城中勇士標籤直播。6號光輝所願標籤高基。4號沙張金剛。第8場3號大千氣象。11號首飾悟空。6號仍然威風。第9場2號撼天鐵翼。9號廚神標籤古惑。12號富心星。機械人戰略特別馬膽區第6場4號康樂高球。第9場4號安康萬里。第7場6號光輝所願。精選嘅單棍區第6場5號太陽勇士。4號康樂高球。第9場1號飲杯。4號安康萬里。第7場1號喜旺區。6號光輝所願。二穿三嘅過關區第9場1號飲杯拖。4號安康萬里。9號廚神。第6場5號太陽勇士拖。4號康樂高球。9號立八村。機械人特別行動主力心水第6場4號康樂高球拖。5號太陽勇士。9號立八村。
8號遙遙領先，一拖二嘅重心區。第9場1號飲杯拖，4號安康萬里，9號廚神。第1場8號夢幻進區拖，11號極速之子，5號威威父子，一拖三嘅進取區。第6場5號太陽勇士拖，4號康樂高球，9號立八村，8號遙遙領先。第5場5號都靈勇士拖，4號好好分，8號川河首區，1號本領非凡，一拖三嘅搏爆區。第8場4號時時精準拖，1號有財有勢，10號得意佳作，11號首飾悟空。第2場2號燭光晚餐拖，7號勁進奔騰，5號千杯，10號神州灣月。唉，開心嘅時間真係過得快。今日嘅賽馬貼士已經到咗尾聲啦，麻煩大家幫忙訂閱啦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可以馬上通知你啦。咁就係對我哋嘅最大支持啦。如果未訂閱我哋嘅朋友仔呢，可以喺 YouTube 搜尋裏邊輸入機械人貼士，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影片噶啦。最後，如果你喜歡我哋嘅影片嘅話，咁麻煩點讚同埋分享俾你嘅馬迷朋友啊！多謝晒大家嘅收睇同埋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